嘉义县伫台南市风台扫过温室的盲色笋长8成，所有人真歹心哦，用真少的介绍甲念面会当时间来骗农民。农业处是呼吁农民哦，唔通还未拍契约，还未时间就先付钱。那汇款哦，嘛爱留证据来保障家己的权益。一做，因为风台站要修理的温室，农民唔但烦恼找无工，修理的钱阁是一条真大笔的费用。有人就利用农民这种心态，骗农民讲用若成的介绍就会当修理温室，结果农民定紧入去，对方摕到钱了后，人煞走无去。有人就是利用报价报得比较低，或者是他用一个借口说你先付我定金之后，我马上可以安排帮你维修。那农民当然听到都说很心动啊。你要讲安那方法，你钱互伊去借，无法度啊啦。啊，伊即马佮甲法官讲伊无钱啊，看会当收回5万、10万钱无啦。家己讲温室、盲室这种农业设施，计共有1470公顷。这个风台带来8成以上的损害，因为要修理温室防骗农民拢无报案，偌侪人受害也唔知。家己县农业处就呼吁农民，要找厂商除了爱加探听以外，确认签约的对象，唔通因为介绍俗或者是会当提早时间的条件去互人骗去。确认这个厂商是正牌的厂商，而且来跟你洽谈的人并不是诈骗或冒用这个厂商名义。相关的温室作业，请订定契约书。那契约书内容你要做确认。农业处强调，这种诈骗的行为，真侪拢是伪面册，也是赖顶面的信息。为着要减少互人诈骗的机会，契约的条件除了爱讲清楚，嘛唔通直接摕现金互人，尽量用汇款。有纠纷的时阵，才有保护家己权益的证据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